今天其实想跟大家聊聊我妈，而且我妈最迷信的一个东西就是牛奶，就在她眼里，牛奶这个东西是能治百病的。我每次一说妈我感冒了，多喝牛奶；妈我腿断了，多喝牛奶；妈我乳糖不耐拉肚子了，多喝牛奶；妈我是乳糖不耐拉肚子，多喝牛奶，拉死了就不会再拉。而且在我们家，感觉最大的一个孝顺，就是你自己去主动取一瓶牛奶。当代24孝，自取其辱。今天其实想跟大家聊聊我妈。我妈平时住在河北，然后不常来北京，但她每次来北京的时候都给我带特别多东西，她自己做的吃的呀，买的东西，就感觉她认为我是住在一个戈壁滩，需要她每天给我空投物资过来。而且她每天把冰箱塞满之后，会跟我说浩浩，妈要不住北京吧，妈住过来能照顾你，每天给你做饭吃。然后我只能跟我妈说，我说妈，你知道吗？我当年那么努力的学习，然后工作留在北京，就是为了不吃你做的饭。你知道，你看过很多的餐厅，名字叫什么“妈妈的味道”。我每次一经过，我就觉得太草率了，太草率了。而且我妈对于食物还特别的迷信，就是她坚信一个道理，叫食物相克。我不知道各位有听说过吗？应该听说过哈。比如什么螃蟹和柿子不能一起吃，会死；什么虾和橙汁儿不能一起吃，会死；砒霜和米饭不能一起吃，会死。单独吃砒霜好一点。而且这个东西有点太扯了，就如果真的是螃蟹和柿子放在一起就会让人死的话，那经过了这么几万年的进化，螃蟹应该早就悟出了这个道理，从而会随身带着一个柿子来防身的。每次人一靠近螃蟹，螃蟹就掏出一个柿子说：“别过来啊，要死一起死啊，都别活。”就这个逻辑跳的，我每次我接都接不住。他还告诉我是专家说的。如果真的来一个全国最能跳的大排名的话，我妈的逻辑排第一，排第三的是我买的基金。而且她每天强调这套逻辑，她都有点像我们的中学老师了，天天启发式的提问：浩浩，不喝牛奶将来会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什么什么？流落什么？流落街什么？流落街流落街头，流落街头。而且我妈除了吃的以外，还给我安排各种东西，就是在我妈眼里，我就是一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人。我妈有一次跟我说：“儿子，你可不能再用微信了，会用傻的。”这句话是我妈用微信发给我的。最奇怪的是啥？就是我小的时候，她给我织的那个毛裤，她怕我丢了，她特意在裆的这个部位给我缝上了我的姓儿，缝了个正字。我就纳了闷儿了，谁每天走在路上会把毛裤丢了呢？难道是我走着走着，后面一个人，哟，是郑先生吗？您毛裤掉了。我说哟，谢谢，这差点就光屁股走路了，这。我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家了，我以前一直以为我爸走的时候是这样的，爸爸走了，但我现在想想，我爸走的时候应该是这样的，救命啊！后边一个人拿着毛裤说：“是郑先生吗？”谢谢大家，我是郑浩。我现在站在这儿的心情挺复杂，我有一点生气，也有点委屈。这种心情就好像，有的人说你长得特丑，然后你去照镜子，发现自己真的长得很丑。你又很生气，又觉得他说的对，大概就是这个感觉。这感觉跟我第一次上台差不多。我第一次上台也是这样的，我当时是被一个朋友硬拉着上台的。说来也挺好笑的，我这样的人还能有朋友？我以前一直以为交朋友特别的简单。你只要有钱就行。你给一个人10万块钱，跟他说做我的朋友，他就做你的朋友。但我其实不用这个价格。你给我2万块钱，我就是你的朋友。你要是给我4万，我当你2肋插刀的朋友。你要是给我10万，你往我哪儿插刀都行。我遇到了这个朋友之后，
我才知道，真正的朋友，就是那些能无条件相信的人。我那个朋友就是无条件的信任我，他坚信我能走上人生巅峰，我自己都不信。我身高1.73米，我能走到什么人生巅峰？我这辈子唯一的人生巅峰，可能就是我垫个脚，这就是我的人生巅峰，这是我的人生低谷。这还挺神奇的，有一个人那么相信你，你自己觉得不行的时候，他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，突然把你拉上舞台，突然让你开始说脱口秀，就短短的几天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，我都在想，他该不会就是上天派过来的人吧？他那么圆，我脸这么方，我们俩应该整一个 CP， 天圆地方。所以，今天晚上的演出，献给我那个朋友。完，我变成可视化生物了。